溫曉順，你喺度做咩啊？咁認真嘅？我記錄緊閱讀千里號啊！閱讀千里號冇聽過喎，咩嚟㗎？閱讀千里號係一份記錄閱讀里數嘅記錄冊。要賺取閱讀里數嘅方法好簡單，你可以賺每日閱讀里數。例如你每日閱讀圖書嘅話，嗰日就可以賺10里㗎啦。如果你有睇政府刊物，例如消費者委員會出嘅選擇月刊，你都可以賺10里㗎。除咗每日閱讀里數，你仲可以記錄進階獎勵閱讀里數㗎。例如你閱讀嘅圖書或者電子圖書有100頁嘅話，咁嗰日你嘅進階獎勵閱讀里數就有100里啦。為咗鼓勵同學閱讀不同種類嘅圖書，如果你睇歷史類圖書，咁你就可以另外加20里。如果閱讀其他種類，例如謎語類嘅圖書，都可以加20里㗎。咦，卓希，如果我哋睇一本咁好嘅書，我哋應該點樣記呢？係喎，點記呢？如果你係睇一本好厚嘅圖書，分開每日睇啲，每日都可以加10分㗎。最後你仲可以記錄參與閱讀活動閱讀里數，例如參加教育局主辦嘅閱讀活動，可以賺到100里。如果參與學校主辦嘅閱讀活動，每項都可以賺到50里。例如暑假嘅時候，4年級同5年級嘅同學會製作一頁書，咁你就可以直接賺到50里㗎啦。參加香港書展都可以加50里㗎，係咪好容易呢？我明白啦。計劃持續6星期，記得要將每個星期嘅里數相加啊！完成6個星期嘅紀錄，豐富獎品等緊你。唔知獎品係咩呢？我都想知啊！每位參加嘅同學都會有紀念品，而累積最高閱讀里數嘅20位同學會獲得獎狀。海洋公園門票2張同埋書券200蚊㗎。我哋一定會參加閱讀千里號，都一定會參加閱讀千里號。你哋呢？